就排不好话弄阿里个店那么的，那个两毛跑。哦，我也表了哇，第二生意就是下投资我没说，我朋友们干嘛？我朋友们，啊，可是我得搞了你。我娘就要么说，YouTube 关么说，Internet 关么说，这里边，想到了故事里国家，这里边人们买到生意在国外地带的，因为想到吃的生意，我刚才我之前是嘛你法律国边，你来去苦牛，过来俺们你呢，我来买一扎了，这我来看我拖拉嘛，就嘛就呢你，他们呢你我嘛，对吧？我是把一说的嘛可能么的。过来俺们这啥都不嘛都做了的呢，我和他呢就过去比巴了，过来呢我之前呢我做个啥话的俺们比个巴了，过来俺们说讲到过嘛过去你我吃多了的呢，我过去的我地那么的我和这里边泥爬我们那泥来苦对爬来苦。天上了鬼打了鬼，天上去就死死鬼，到不上不完来啥节目亏不着红花，没有的，人家和人家过去皮拉俺们，没皮完，没皮哦，没皮了，你嘛热嘛一着了，人家有这的嘛人是啊，人家对汉个他们带发的嘛怎么着，带米怎么着，我们家就么说的，多猪多豆呢。那从哪来？现在怎么是吧？俺们家老爷他有的嘛，且呢，我和一个老老师呢，也不来看，他吃了呢，公司的光发，别人有个呢，有的那是公司的，别我个吃了，人家公司的我来没有着了，人家你的嘛呢，说咱们在沙滩呢，说的都在那嘛，你这种现在可我比人家没有着了，我的天呢，我呢，你们我人家我在如果他妈妈不把我对那个豆腐的呢，我带来个生意的呢，讲到把我们呢，红烧把我们呢，我很吃，我你拿来生意啊他，我他吃了的，我那边呢，干嘛把那个我在那个吃，那呢，我对嘛让个那个，我没有对嘛不了么，人家也吃了馒头，我来我搞了的呢，这样我来拍嘛，说抢到牌的吃嘛么？人家我也人家就多凑，多凑，然后他们就多凑，人家多凑，人家么这人家我会来这那以后可能是你的呢，人家不管呢，这啥事情我来，写那么多可多了的我那个这个知道我做的那没跑步没个那么的那我上班呢我在苦的。我的娘们话在住在么个，我苦都拿乌啥就买了么个，是吧？一说，我来住在了，我来住在呢，我就是那个女的，这个苦的呢，一这的话也吃了10年就我可是我他吃了的，我这的话也他来搞了呢，我他妈呢，这就我多去吃的是你这个别一不对嘛，怎么呢？抢到把的吃的嘛，我在呢，我们面的这个子的是呢就。那看你看嘛，这一年搞了的，一面是。说我婆嘛，你问我嘛？人家18岁来苦，我啥来苦的呢？我啥小娃娃的，这长到后面多了。多了的也他来我的，人家也做饭，你我们的人都也，人家这人家人牛嘛，人家是年还是嘛那个，还是嘛的，就我来吃过我被人娃娃，一家们家那15度离个手机娃娃。人家就多这里话我没使用完了，这老了太难了。刚才人家这10多年了嘛，不都放弃这个里头。人家刚才这我哪怕他妈的这里话子那么这，不是看这我好久一天呢。我那没事定的嘛，就说也要搞了嘛，就说放弃的，个的苦啥的嘛。我。一两秒的话，我当那的容易的呢，18岁了我。18岁呢，也学过嘛呢，这样么出去他们那么学。这呢18岁呢，那有过嘛个10年的就贵的这个干什么？你感觉我呢，我是都，俺家这里边也在我提高，那个我提高这个就来20年，更对的。那人家我知道了，俺们这里面我带我后代来的呢，我知道人家在提前那个提前的那个的，我来在把提到那个把提到年呢，今年2年嘛18岁的话。没过喝酒。我觉得呢，18岁那个，10年弄下那来9个岁，弄考嘛不懂完的9那个，人家我是把我2个项目，礼拜天1礼拜5，
侬话比如身上么子，这地方个呢，或者说光那边么能估计呢，我来司法的呢嘛，你们那光我来么可多嘛呢，这个做，人家我你把这把也的那么些呢，把铁的刀，还没这些呢，错了嘛，他不带白个飞机的别的，我是搞那个我身上么子我白个，人家我来有这咋事情话，我过话。那我们讲，我来一九五的，我讲，我光路皮我们我光路皮巴萨嘛，人家我光路皮包火腿，那么就是还说这个把这个火腿的，我是还说三条嘛个可不嘛讲，你是我的嘛，我的嘛，我有我的嘛和我的，我光我自己做，我光我自己做，阿的我光我嘛光对三条那个呢，如果光对人家，阿的我嘛我对三条，阿的人家我对人家是还说我那的，那个做的火腿呢。而且我爸爸来领我，我对我是嘛爸嘛婆婆是嘛嘞，只我人家吃了，跟我的是10岁就对嘛嘞，我对呀嘞。哦，来了嘛。人家来我来我跟干起，人家你多人家我知道听，做嘛呢把他带来了，这就做嘛呢把他带来了，人家我呢是把说来学了嘛，我啥路了，明年把嘛追追的花的书，明白嘛他妈。我啥也路了，干嘛我去追过？我也我们家我知道，我嘛就穿呢，我那两个嘛，只过我多年说这说点不什么，人家哎不过一个干起呢，俺别这个家我多别呀，这个我谈，人家我不多啊，家家是没时间的，这个话明年也对吧？我那是没说我们就，我这个是干节嘛，我出来我这块明年我也来我们也得来。侬这么起来，你可能没也拿到。人家刚才我都多别活动了的，我你们家我去你都话可我的，这边大三嘛不多的，是把你过嘛的，就是你都话比如干嘛我们这边是那个，没把你们来学，他们来带没学，我们来带没学。我带是别掉呗。来边我没别过，阿里嘎巴，俺们我这去嘛过年吃地瓜肉。人家在外吃，外他妈吃地瓜过去的，我这里手上没在嘛的，这里这咋生意，就苦苦就去的。里多来你他妈年你没过过，我嘛来带学位的嘛，我去我带来嘛的，我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话，我就说我去这个去嘛的，都带来那个都没那要法的，对俺们。我被盲目是你们搞怪，我他们来带学的是盲目，人家没搞怪，别不讲个节目你嘛不，个人呢我来过多为活动了的，是在说那活，个人呢也里边个，你前面来模拟生啊是不个，这一句我活的我被人家俺我去设计我做这个景台，我很高，人家我被人家我多被人哭想好多。一直来，就这来，那么搞糊涂了天呢，我和下个么来把人来，可学那个呢，咋的我就努力天呢，那从嘛个前面我再说人家的规矩了，都出来哦，这人家的嘛，工资这个干啥？所以你们国外别人家，这来了我是，跟人家个前面我30几个人讲是来我中国人来，其实我没嘛，基本没了嘛，基本没有啊这。人家别的过，人家这边不的过，那破的话，我个一直的多嘛，可记住了。且人家就话呢，一样都做得对就得了。人家赶紧去做得对啊，好多年就话呢，都不习惯，这前面都不习惯，拖那些年，就话我都话。下几点了？具体是做嘛，我们家那就是不去做，人家那。提倡这个一直蛮低个。一起做的。人家就话放不空，我做得多年出来呗，一直来就是来的，人家是还说了，我还听多年叫你做事的了，是还说了，你的苗子做嘛，做的是还说的，这么年19天嘛，主要他妈的思想那个，跟俺们都听俺们的呢，你这10年你那做的，我就实在没咋。你们我呢，明年出来，我就是说这个实在的，这个市场刚才晒了，我在只说他不呢，这次这多那么久，说过那么那么过不过去啊？人家你已经人家市场了，都他妈在那么个这个我是把我们有那个我是把你们这样的，人家刚才这个话有，后来事情我呢，
我19点跟那个对呀，我不是过来没，因为人家专门家会议的，阿拉们过年你只背出这个会议台呀，是白说的，有的没有，啊，说我全家是让你学的，我可学了是白说，弄完给我设置么子，或者从我面前是个，阿里说人家白门的过去的，有万年就出嘛的，有万年嘛年光可拉萨那是他妈的嘛可的，我人家往年花的花也那么很，啊，体育别打我，啊，后来打我，我人家还没你咋设置么子的，我是白说，我那个设置么子我的，啊，这样我不过半年，哎，这里边我自从我那来咱俩这里娘了很年，养了我们的船呀，啊，我过去我去的呀，我妈妈也我。平时嘛也阿姨也有啊，可能我的话，可能人家这下听你做了，人家阿里干年就我讲啊，没得别的了天呀，啊说成就啊没弄，就两我们那个里嘛呀，啥就不做，人家是要人家那些人家个个啊，出事个都我跟那么解决的了，跟你嘛就是就让我不懂得光嘛个是啦，人家啊说的人是要我那些人，阿里拜拜人家。这次我可以这个干部呀，啊，另外呢，做事都要跟他拉我们这个啊，这个那个，我们是我们是我们国家是还送到后头的嘛，那边是呢，我那边我一九我年个年看，要么国内呢是还有速度的，第二年不是还有速的不上啊，我那组织个嘛年出来我那边嘛我们那话，啊这呢，啊这我没使用啊，我不他妈19这里边得得看嘛，是怎么样我没使用啊。人家就听你话呀，干那天呀，我就话被木工话，做不有时一得那么卡哇，给他10年，我人家干那天呀，我吃过个天呀，我把他们说，话被这下一打嘛，哎呀，这下在周末10年，他把什么去考虑干嘛？啊对吧？我们所谓的嘛，我就说呀，干那你都结课，他说人家你都你过，我3学呀，你都10课过呗呢，因为是俺们木工学那边。学那个我们等欧些也是年么呢？这个外地的就是年苦那么过完，就是这么着。人家我俺家这里边农民工的吧的，就是不带嘛的，生活在这么多各种。我学那个，人家我们家嘛怕自己的你这个我。啊，可项目嘛跑。啊，风那吧呢？阿拉富国离错。我听的，人家啥个啊？反正就听我嘛有人我去那个那边叫人我拿来，后来是这里边我上面过那边，但是我回家来过对来呗，我之前那边可不错，那边这是怎么咱们这块钱嘛，什么啊？可项目，嘛跑，你去这里干了呢？可项目嘛跑。